讀到第5章已經係第5堂彌迦書嘅信息啦。我哋今日咧會睇晒呢15節聖經嘅。不過呢，我哋會比較集中去睇第5章第1至到第4節。嗱，點解呢？因為咧，如果我哋搞掂咗呢4節聖經嘅話咧，我哋就會明白第5節至到15節其實係要講啲乜嘢嘢嘅。所以咧，呢4節聖經係好重要嘅經文嚟嘅。如果你有聖經嘅話咧，請你打開咧彌迦書第5章第1至到第4節。成群的民啦，現在你要聚集成隊，因為仇敵圍攻我們，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伯利恆的以法他，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他必起來依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嗱，假如你仲記得我哋上次講到從彌迦書嘅第4章第9節嘅開始啦，係三個以現在作為開始嘅宣判同埋拯救嘅神諭嘅。嗱，4章第9節，現在你為何大聲哭號呢？疼痛抓住你，彷彿產難嘅婦人。4章11節，現在有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說願錫安被玷污，願我們親眼見他遭報。而第三個嘅現在呢，和合本聖經就將佢分咗落去第5章，第5章第1至到第4節呢4節聖經嘅。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理解5章1至4節呢4節經文呢？假如你睇清楚你嘅和合本聖經嘅話呢，你就會發現咧喺第一節成群的民之後呢，有幾個細字㗎。大家睇唔睇到啊？喺第一節成群之民之後呢，有幾個細字寫住原文作女子，係咪 PowerPoint 有冇擺出嚟啊？冇咯，嗬。所以你要帶聖經先得㗎。如果唔係呢，你就會 miss 咗一啲好重要嘅部分㗎啦，係嘛？原文作女子。嗱，無怪乎如果你參考新譯本聖經嘅話呢，新譯本就將呢一節譯做呢，女子啊，現在你要聚集成隊，仇敵正在圍攻我們，他們用杖擊打以色列執政嘅臉頰。問題係點樣去理解女子啊呢個稱呼呢？你點解係女子呢？嗱，咁就要翻去剛才講到第4章第9節至到13節嘅呢一段聖經。嗱，你睇住你嘅和合本聖經，我會讀咧新譯本俾大家聽㗎。新譯本將4章9至到13節咁譯：現在你為什麼大聲呼喊？難道你們中間沒有君王嗎？或是你的謀士滅亡了，以致疼痛抓緊你，好像臨產的婦人呢？第10節。錫安的女子啊，你要疼痛劬勞，好像臨產嘅婦人，因為現在你要從城裏出來，住在田野，一定要到巴比倫去，在那裏你要蒙拯救，在那裏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敵嘅掌握。現在多國的民集合起來攻擊你，說願錫安被蹂躪，願我們親眼看見錫安遭報應。但是他們卻不知道耶和華嘅意念，也不明白他的謀略。他收集他們，好像把禾捆收集在禾場一樣。13節，錫安的女子啊，起來蹲谷吧，因為我必使你嘅角成為鐵，使你嘅蹄成為銅。你必粉碎許多民族，毀滅他們所得嘅不義之財，作為祭物獻與耶和華。把他們的財寶獻給全地的主。嗱，你留意到嘛？點解5章第1節新譯本
要譯做女子啊？點解新譯本要咁樣嘅翻譯錫安嘅女子啊？係嘛？嗱，因為喺呢一節聖經咧嘅經文正好係4章第9節至到13節嘅一個延續嚟㗎，即係3個現在嘅一個延續。而4章9至到13節同埋5章第1節啦，都係用咗深少少㗎。希伯來文聖經都係用咗所謂一個陰性單數嘅稱呼，所以呢 NIV 咧、NASB 咧，佢就譯做成群的女子，或者譯做軍隊的女子，呢個 NASB 嘅翻譯。即係邊個呢？成群嘅女子、軍隊嘅女子，其實就係指向錫安的民，錫安的民。所以無怪乎和合本將佢譯做錫安的民，或者指向耶路撒冷人。但係去到5章第2節，聖經嘅作者喺第2節就轉用咗一個所謂嘅陽性單數稱呼，從第1節嘅陰性轉到去第2節嘅陽性，深少少嗬，弟兄姊妹。換句話講5章第1節同埋5章第2節嘅講話嘅對象係由錫安的女子轉到去伯利恆嘅，亦都即係話5章第1節其實係描述緊錫安被圍困，但係5章第2節就預告緊一位從伯利恆而來嘅幫助。所以短短2節聖經，我想講嘅係乜嘢？兩節聖經原來已經有一個咁大嘅逆轉啊！從第一節嘅被圍困，第二節就已經講幫助啦，係嘛？5章第一節，成群的民啊，現在你要聚集成隊，因為仇敵圍攻我們，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5章第一節，另一個我哋要去解決嘅問題係，到底下半節所謂嘅以色列審判者係邊個呢？咁我哋又要翻去一啲歷史先至明白到底呢度所指嘅係邊個。關於第一節裏面所講到嘅耶路撒冷被仇敵圍困，有聖經學者話呢一度係指到公元前701年，大概係南國猶大希西家王14年嘅時候，彌迦先知佢所處身嘅時代，當時由亞述王西拿基立嘅軍隊向猶大所發動嘅攻擊。呢一段歷史記載喺列王紀下18章嘅。不過有舊約嘅學者就提出，呢一度所講更加有可能嘅係預言性咁樣指向緊100多年之後，公元前588年至到58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嘅圍城。而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上次講到4章第9、第10節嘅時候我哋曾經提及過嘅。弟兄姊妹，如果係咁嘅話，第一節所講到嘅以色列審判者，或者 NIV 亦做以色列嘅統治者啦，最大嘅可能性就係指到南國猶大滅亡嘅時候，最後嘅一個君王。記得邊個嘛？西底家。我見到有啲弟兄姊妹口噏噏噶啦，係嘛？西底家。根據列王紀下嘅25章第7節就記載住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喺西底家嘅眼前殺咗佢嘅眾子，並且挖咗西底家嘅眼睛，用銅鏈鎖住佢，帶到去巴比倫。明白嘛？呢個咪正正就係第一節所講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嘅臉咯。我哋用咗一啲時間去了解第一節，點解要咁做呢？彌迦書5章第1節令我哋最沉重嘅地方呢，唔單止係因為耶路撒冷被圍困，更加係連
代表住上帝恩典同埋大衛之約嘅君王，都落入咗羞辱同埋崩潰之中。當以色列嘅統治者被擊打，象徵住乜嘢？象徵住人間皇權嘅失敗，國家最後防線嘅瓦解嘅時候。弟兄姊妹，正正就喺呢一刻，大概係最大嘅黑暗臨到以色列嘅時候。5章第二節突然之間卻係將個視線由被圍困嘅耶路撒冷轉到去嗰個微小嘅伯利恆。咁樣有乜嘢意思？有乜嘢重要？聖經作者要我哋睇見上帝真正嘅拯救唔係從耶路撒冷殘破嘅政治權力裏面嚟到產生，而係從人最意想不到、最微小之處嚟到開始㗎。當人以為一切都完結㗎啦，皇權都已經崩壞倒塌嘅時候，上帝卻仍然喺暗中預備真正嘅君王。冇關乎第二節嘅一開頭呢，希伯來文聖經有一個連接詞，但是，咁即係咩意思啊？第一節嘅統治者係軟弱無助㗎，但係呢一節裏邊嘅呢個君王呢，卻係強大嘅，係理想之中嘅彌賽亞君王。喺最黑暗嘅環境裏邊，上帝逆轉咗呢一切。第二節裏邊嘅伯利恆被描述成為微小啦。弟兄姊妹，咁大概係因為佢嘅規模同埋佢嘅重要性，坦白講遠不及耶路撒冷㗎，係咪？不過儘管佢相對冇咁起眼，但呢一個大衛嘅出生地，卻同時成為咗佢最偉大嘅後裔彌賽亞嘅出生地，係嘛？我哋好熟㗎呢兩節聖經其實。不過弟兄姊妹，問題係乜嘢？第三節聖經話，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嘅婦人生下子來，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和合本聖經你就睇唔到啦。如果你用新譯本嘅聖經嘅話呢，新譯本一開始佢就將希伯來文聖經裏邊因此呢個字翻咗出嚟㗎。希伯來文第三節嘅開頭就係用因此呢個詞。有聖經嘅學者就咁樣解釋點解喺第三節要用因此呢？佢話因為既然有咁偉大而蒙福嘅事件即將發生，就係第二節所講嘅內容，所以當下以色列人佢哋所遭受嘅苦難，其實只能夠係暫時嘅，直到經歷咗痛苦嘅陣痛之後，榮耀嘅降生就會嚟到。嗰位為拯救民族而誕生嘅，按照上下文你度睇啦，就係嗰位從伯利恆而出嘅統治者。聖經作者要我哋明白，彌迦書第5章並唔係單單喺度講緊猶大嘅苦難，而係要話俾我哋知，呢一切嘅苦難其實係通向上帝救恩嘅一個過程嚟嘅。先知喺呢度就用咗生產嘅圖畫嚟到去理解歷史裏邊嗰種嘅痛苦。那要生產的婦人係邊個呢？那要生產的婦人係邊個呢？可能你都會聽過，或者你都係咁樣理解緊㗎。有解經家都係講緊咪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咯，係咪？不過弟兄姊妹，更大部分嘅解經家卻認為呢一度呢係指到以色列、猶大，或者更加具體咁講呢係指到耶路撒冷。
你記得剛才我哋讀到4章第9、第10節嗰兩節聖經，彌迦書5章第3節啦，其實係呼應緊第4章第9同埋第10節㗎。嗱，如果係咁嘅話，呢一個經文之間嘅呼應其實好重要㗎。點解咁講呢？因為呢一個呼應將整個段落嘅信息由單單彌賽亞嘅預言拉返我哋入到去猶大嘅歷史危機同埋上帝救贖計劃嘅脈絡嘅裏面。嗱，咁即係咩意思呢？喺4章第9、第10節裏邊，錫安的女子如同臨產嘅婦人一樣受苦。嗱，咁正好就象徵住耶路撒冷將要經歷被圍困、被擄同埋亡國之痛。而5章3節啦，5章第3節再次提及到那生產嘅婦人。聖經嘅作者要提醒我哋，上帝佢並唔係要跳過歷史嘅痛苦而直接帶嚟拯救，唔係。上帝佢卻係讓救恩喺審判同埋苦難之中慢慢咁樣孕育出嚟嘅。換句話講，亡國、被擄同埋黑暗唔係上帝應許嘅失敗，卻係上帝救贖歷史裏面一個必經嘅慘痛嚟嘅。不過更重要嘅係乜嘢？5章第3節裏面，那生產嘅婦人，其實亦都唔單單只係指到瑪利亞嘅。你放翻落去呢一段經文裏面啦，按照4章第9、第10節嘅理解，正如剛才所講，其實係指向緊錫安而耶路撒冷嘅本身。嗱，換句話講啦，弟兄姊妹，呢一位彌賽亞君王，佢唔係脫離受苦群體而出現嘅，佢卻反而係從受審判、被破碎、經歷流亡嘅上帝子民之中孕育而生。慘痛係乜嘢啊？你生個細蚊仔，你就會明白嘅，所以我就唔會明白。慘痛係乜嘢嘢？慘痛之後有乜嘢重要㗎？你痛完啦，你見到生命嘅誕生嗰種嘅喜悅係咪啊？你之前嗰1分鐘又好，1日2日嘅陣痛都好，因為你見到呢個生命嘅誕生，嗰啲嘅痛都過去嘅，係咪？你會好喜樂咁樣抱住個 BB 㗎，應該係咁個嗬？我估應該係咁。嗰啲嘅慘痛已經一掃而空。係啊，你係要經歷過咁樣嘅痛㗎。不過嗰種嘅喜悅、滿足同埋生命嘅延續啦，卻係將呢一切嘅痛楚抹走晒。就係一個咁樣嘅圖畫嚟嘅，弟兄姊妹。留心，當5章第3節嘅上半節仍然講緊上帝會將以色列人交俾敵人，經歷慘痛嘅時候，第3節嘅下半節啦，下半節卻係喺第1、第2節之後嘅另一個逆轉嚟嘅。那時掌權者其餘嘅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咩意思啊？我哋講過㗎啦，係歸回，係歸回，係分散嘅群體最終要被聚集啊！痛完啦，而家咧歡天喜地、歡喜快樂，再次歸回。痛完啦，新生命就係咁樣誕生出嚟，明白嗬？第4節啦，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嘅大能，並耶和華他神之名嘅威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彌迦書第5章呢4節聖經嘅複雜咧，係在於
佢彷彿引導緊我哋嚟到去思想嗰位將要來嘅彌賽亞，就係從瑪利亞而生嘅耶穌基督。不過弟兄姊妹，有趣嘅係，當第二節話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嘅時候呢，呂振中譯本俾咗一個咧好有意思嘅翻譯我哋啦，好值得我哋去參考㗎。呂振中譯本譯做啦，他的根源出於亙古，出於往古之日。咁即係咩意思啦？無論係和合本聖經裏邊嘅亙古，抑或係太初，聖經喺呢度固然係可以指向耶穌基督嘅先傳性。呢個好深啦，不過我哋唔喺呢度解釋。不過舊約嘅學者就提醒我哋，從亙古從太初，其實亦都可以指向一個遙遠過去嘅歷史範疇裡面嘅。如果放喺一個伯利恆將來必有一位作掌權者嘅上文嚟到去理解嘅話咧，咁樣咧，呢一度所講嘅呢一個歷史範疇之內嘅往古之日，好可能係要勾起我哋對於更遠嘅歷史起點。係幾時啊？耶西同埋大衛嘅記憶，係彌賽亞嘅歷史根源。再深啲啦，當讀到第四節嘅裏邊和合本聖經譯做嘅呢個他嘅時候呢，有舊約嘅學者就提醒我哋一個所謂嘅雙重或者漸進性嘅應驗。咁即係咩意思呢？係第四節所講嘅呢一位掌權者，佢嘅尊大、牧養羊群、安然居住呢一切呢，其實都已經超越咗對一般歷史上君王嘅描述㗎啦，係咪？係指向緊耶穌基督呢位彌賽亞嘅。所以呢一個呢係一個終極嘅遠景，明白嗬？係一個終極嘅遠景。不過如果按照5章第6節第四節嘅下文，5章第6節第5節所講呢，第5、第6節話乜嘢？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當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宮殿嘅時候，我們就立起7個牧者、8個首領攻擊他。他們必用刀劍毀壞亞述地和寧錄地的關口。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的時候，他必拯救我們。讀聖經咧，上下文好緊要㗎。唔讀下文咧，你就係咯，嗰個咪就係指向緊耶穌基督啦。你讀埋下文你就明白。有舊約學者講緊第5、第6節呢度咧，其實係指向緊南國猶大嘅希西家王。佢點樣喺猶大被圍困、被亞述圍困嘅時候，仍然使到大衛嘅王朝得到保存。而呢一個呢，呢一個就係一個所謂嘅歷史嘅近景。剛才提到一個終極嘅遠景，呢個係歷史嘅近景，明白我意思啊？彌迦書第5章第1至到第4節提醒緊我哋，即使喺人睇嚟係最黑暗、最無力嘅歷史處境嘅裏面，但係上帝呢，上帝卻仍然冇放棄過佢嘅百姓同埋佢對大衛之約嘅應許。係耶路撒冷雖然被圍困，君王受辱，但上帝卻仍然保存大衛嘅王朝，使到猶大喺亞述強權嘅底下，未至於完全嘅滅亡。明白我意思嗬？冇錯，希西家唔係完美嘅君王，不過佢卻成為咗上帝喺歷史危機之中嘅一個記號，話俾我哋知，真正掌管歷史嘅唔係
唔係亞述嘅軍事力量，而係呢一位仍然喺黑暗之中作工嘅上主。弟兄姊妹，信仰最深嘅盼望係在於，好多時候當人以為一切都已經崩潰嘅時候，但上帝嘅拯救往往就係喺最危急嘅時代裏面悄悄咁樣延續落去嘅。明白我意思嘛？弟兄姊妹，呢一種盼望唔係一種盲目嘅樂觀，而係一種對上帝歷史主權嘅信靠。冇咗呢一份對上帝主權嘅信靠嘅話呢，你就行唔到落去噶咯。點解啊？因為你嘅眼睛只睇到而家啫嘛，你嘅眼睛只係放眼當下，咁試問仲點樣走落去呢？係唔係？人好多時候只會睇見眼前嘅局勢嘅崩塌、權勢嘅壓迫同埋現實嘅黑暗。但彌迦書提醒我哋，即使上帝似乎沉默都好啦，不過佢仍然喺度做緊嘢㗎。亞述睇嚟好似不可戰勝，當時候亦的確係㗎，個個都認為亞述係強權大國，無可戰勝㗎。但最終嘅歷史啦，唔係由帝國所決定，卻係上主佢所掌管㗎。同一個道理，今日我哋生命裏邊好多嘅混亂，好多嘅失控同埋等待，或者會令到我哋覺得冇乜出路咁樣。但信仰呢？信仰正正就係相信上帝嘅應許，往往唔係喺最榮耀嘅時刻被保存落嚟，而係喺最微弱、最危急、最容易令人灰心喪志嘅時代裏面，被上帝佢默默咁樣守護住。喺黑暗之中，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君王啊？亞述？強權？帝國？喺黑暗之中，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君王？我想起詩篇139篇，詩人咁講㗎，喺第11、第12節，你識㗎，因為歌仔都有得唱㗎。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嘅亮光必成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嘅。邊個係君王啊？你知道，詩人就係咁樣俾我哋提醒，你知道嘅。弟兄姊妹，你讀得明第5章嘅上半部分呢，咁你就好容易掌握下半部分講乜嘢嘢啦，係嘛？第7至到第9節，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的民中，如從耶和華那裏降下的霧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賴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餘剩嘅人必在多民中，如林間百獸中嘅獅子，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他若經過，就必踐踏撕裂，無人搭救。
願你的手舉起高過敵人，願你的仇敵都被剪除。三節聖經，三節聖經如果從正面嚟到睇啦，上帝嘅子民將要成為祝福，將生命同埋更生帶俾列國，係嘛？但係如果從反面睇嚟嘅話呢，餘民就要成為咗一切壓迫者死亡同埋上帝審判嘅來源。又係一個逆轉嚟㗎，弟兄姊妹，又係一個逆轉。所以第5章有好多咁樣嘅逆轉喺裏邊嘅，又係一個逆轉嚟㗎。受害者將會變成得勝者，明白嗎？最後嘅一段，第10至到15節，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從你中間剪除馬匹，毀壞車輛，也必從你國中除滅城邑，拆毀一切嘅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嘅邪術，你那裏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從你中間除滅雕刻嘅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必從你中間拔出木偶，又毀滅你嘅城邑。我也必在怒氣和憤怒中向那不聽從的列國施報。希伯來文嘅聖經喺呢幾節經文裏邊咧，其實好有意思，因為希伯來文聖經咧裏邊有 to cut off 呢幾個字，中文就譯做咧剪除或者除滅。嗱，剪除除滅呢個字咧，分別喺和合本聖經啦，第9、第10、第11、第12節用咗4次㗎，而呢4次呢，分別係針對仇敵，第10、第11節，同埋一切外邦敬拜嘅偶像、宗教嘅器具、巫術等等，就係12至到14節。6節聖經，弟兄姊妹，6節聖經作者要話俾我哋知，上帝真正嘅拯救唔單止係除滅外在嘅仇敵，更加係要徹底清除佢嘅百姓生命裏邊一切取代上帝嘅依靠。希伯來文 to cut off 喺短短幾節聖經重複出現啦，其實就凸顯緊上帝審判同埋潔淨行動嘅嗰種嘅徹底性喺裏邊。令我哋好震驚嘅係乜嘢？弟兄姊妹，上帝所剪除嘅唔單止係外敵，唔單止係外敵，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佢哋自己一直所依靠嘅馬匹、戰車、堡壘、偶像、巫術同埋宗教嘅器物。換句話講，上帝唔單止要拯救佢嘅百姓脫離敵人，更加要拯救佢哋脫離一切錯誤嘅安全感。彌迦書，弟兄姊妹，彌迦書第5章俾我哋睇見，真正嘅盼望往往唔係喺人所以為最強大、最安全嘅地方出現，卻係喺歷史裏邊最黑暗、最破碎嘅時刻，由上帝佢親自孕育出嚟㗎。真正嘅救恩唔會只係環境嘅改變，更係人心嘅潔淨，使人能夠重新單單信靠上帝自己。係，即使黑暗仍然存在，不過無忘記歷史最終唔係由帝國所掌管嘅，卻係由嗰一位仍然喺黑暗之中工作嘅上主佢所掌管嘅。我哋嘅眼睛只睇到呢度嘅啫，睇唔到後邊嘅。點樣可以睇到後邊啊？憑住我哋對呢位上主嘅認信，憑住佢所留低俾我哋寶貴嘅話語，我哋就能夠超越我哋眼睛嘅限制，睇見上帝。
求上帝幫助我哋，黑暗嘅裏邊仍然清楚睇見誰是真正嘅君王。仲有預備好我哋自己嘅身心靈，以致我哋雖然係處身黑暗，但我哋卻唔要成為黑暗。聽得明呢句說話嗎？望見邊個係主宰，亦都提醒我哋預備我哋自己，哪怕我哋今日所處身嘅係一個最黑暗嘅環境，不過我哋唔要成為黑暗，咁樣就預備好我哋自己去等待最終嘅得勝。明我意思嗬？但願賜平安嘅上帝，就係嗰位憑住永約嘅血，使群羊嘅大牧人，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面復活嘅上帝，喺各樣嘅善事上面成全你哋，叫你哋遵行佢嘅旨意，又藉住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面行佢所喜悅嘅事情。又願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